讲咧，一木就连暗路，一木花开咧，一木nhìn到了咧，人生有幾多該以啥夢？一夢一夢，你錯該想嘛嘅？anh đâu hề朋友啊 ，is 木 anh đâu就反目了 ，is 木你大概忘記了。欢迎各位来到神仙谷度假中心。我相信度假中心的开幕，必定能为地方上带来观光荣景，增加就业的机会，牵动周边产业的发展。我才搞掉了。你的阿雄去度假中心上班吗？这是我哥哥叶晓峰，这是我哥哥的同学徐志刚，他们都跟我一样想到度假中心来上班。一件事情多麻烦，给对面又多赚来了，哪知道有可能会发生事情哦。记者会顺利结束了，顺利。要不要看一下这什么？你先别急着走，等你看完这个，应该会更有信心一点。我想这一次一定会成功。两位说的是刘董的度假中心，还是15年前那件事儿？前台，怎么了吗？你这翻刀，你觉不觉得会跟15年前？是有事情瞒着我？不觉得留下来那些人真的很奇怪吗？每颗心都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旭川さん。又没了，发生乜嘢事情？阿石川さん，郭經理，總算填翻落書記，出趟唔同咧。小峰，你先下山，啲前人來聽書。爸，阿剛，快填書啦！爸，不用來吧，爸。小峰，先給我吞起嚟啊！邱哥，呀事情温勇会處理啊。冇驚，含啲輕用嘅，報警。冇辦法，大做開始，書記老天爸就大唔同咧。不過我要喊小峰下山去請人來聽書。好，照樣用。佢起來，我一定冇關係。我家底哦，先帶開。警察來啊，真講。各位貴賓，不好意思，麻煩各位先請回房間休息，我們靜待救援。阿香，先回房間休息。冇驚啊！
千代小姐，我为小高的疏忽向你道歉。他原本以为太手环可以改善磁场。你难道不知道我有装心率调节器吗？不知者无罪，你何必跟他计较这个呢？千代小姐，你考虑看看。上次你为了洗清家族冤屈，连山上都肯去了，这次就当作是度假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也许这次啊，能够真的洗清冤屈哦。这种话我听多了。是真是假，你可以向齐教授打听一下。希望到时候可以见到你。至于资金的部分，也请千代小姐多多考虑。我还有事，我去忙了。司梦瑶。又是麻粉，吃不腻啊？啊？干嘛这么冷漠啊？老朋友见面了，不如当年的一个小地陪哦。有什么事吗？神仙谷度假中心。高招哎，合法掩护非法，啊？还是你对这个洗净这个家族冤屈就念念不忘？15年前的事，你还想再来一遍啊？那你这次怎么没约我呢？啊？还是这次不用我掩护了？不好意思，我先失陪了。等一下嘛。这邀请函你也帮我弄一份啊！啊，我老是去采访别人，也没尝过这个当贵宾的滋味啊！你不要以为当年拍的那些照片就可以威胁我什么，那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说跟你没关系，这照片里面的人现在都是度假中心的大老板哎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这打死我也不相信。谢啦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这样做，你会出来见我吗？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你替你家族平反冤屈，我看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，你只是怕到时候被黑吃黑，由我在媒体替你做掩护，对不对？那你有看到我做了什么吗？没有吧？你做了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。好，文佳，这件事情，请你先帮我保守秘密，那其他的我们再好好商量。嗯？
不要生气了嘛。家，赶快把东西收一收啦！现在都发生这种事情了，我真的好害怕哦。哎呦，不要再看手机了啦，手机都不通了。什么呢？慌慌张张的这样。你不害怕，我很害怕，好不好？还是没训。阿刚，声音调哎。哦，哎，现在给你。爸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？这是小峰的爸爸，我们在桥头发现他倒在地上。你不要呢？有没问题啊？哎，多先给我时间，爸就帮你给片呢。刘董啊，事情演变成这样，我看我还是先离开。宝藏的事以后再说吧。齐教授，你别慌，一件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谈。喂，唔对，有人按夹就准啦，报警嘛！顾经理，先给我团体嘞，吊桥断了。文佳，吊桥断了怎么办呐？小刚，你去查下电话线路跟基地台，看能不能求援。是，快去。爸，阿叔，我念念啊！你会帮你给片啊，爸。阿叔，先给我团体嘞，有看到梦姨无啊？怎么一下有人被杀，一下有人被打？娜娜小姐，请你不要随便揣测，千代小姐还不确定是人杀的。你女儿不是念医学院的吗？要不要请她上来帮她检查一下？轩轩，哎，他人呢？哎，你们俩去找一下，快点，去找一下，快点。这不爸。阿姐，心颖啊！呀！你在干嘛？看尸体啊！哎，嘿，你喺团体办送落嘅咩？哎，萱萱小姐，你做马街啊？大叔，报警了没啊？我刚试过手机不通哎，警察什么时候会到？萱萱小姐，你按你移动办案现场，等一下警察来咧，会让你请证据啦。你是有啦，我用手机先拍下来的啦。哎，你有看出马给我啊？没有，没有任何外伤。高叔，还是别让阿谁跟我嫂在这边淋雨吧，很可怜呢。是，小姐。小峰、阿剛，來，唔條聽出啊！嗱，社交學生西到警奉地都。嚇！我唔會啦。來啦！幾位啦？人都死了，你还有心情找宝藏？啊？你不要紧张，现在还不知道千代的死因，不要自乱阵脚。没有了千代，我们一样可以得到宝藏。人都死了，你还有心情找宝藏？啊？
你不要紧张，现在还不知道千代的死因，不要自乱阵脚。没有了千代，我们一样可以得到宝藏。刘董，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点邪门吗？小琪，教授，不要紧张嘛。我把这个照片交给你，你只要专心研究它就行了。反正现在我们哪儿也去不了，你何不好好的跟我合作？啊？郭经理，你电话没检查天发线路，给下做得报警啊？冇辦法呢，所有嘅線路啊，全都廢咗咧，數據咪打唔出去。哈，佢人本人 Q 你啊，咁會有事啊？什麼解呢？冇可能會有事啊！你用生意過後，送貨機就會來咧咩？真嘅啊？好的。佢出夜路單槍一條天天咩？郭經理啊，唔係有條山路做得行到嗰邊嘅客家總條咩？送禮拜房產嗰條路面太水大嘅咧，也行做唔得行啊！唉，唔屌笑嘛解喏，我會想辦法聯絡坤啊，好冇？啊？唔該應該。爸，你老哥。係啲像我講乜嘅啦？老到我唔知兩啥都要做係。我見你爸有較好冇？較好誒，咩較有精神。爸，你們較舒爽嗎？有乜嘅事情，冇打電話講啊！老到我唔可以受係冇。葉先生，冇傾啦，應該臨時興記留下來，我係聽書嘅。葉先生，你來嘅路況有發現乜嘅冇？有看到乜嘅受歡迎冇？啱，你看得到乜嘅喏？先求一個行無幾鋪路嘅，就俾人抹問題嚟啊！坤啊！爸，阿剛。
快有天数了！高经理，做得本阿爸爸留到夜幕，你好照顾佢。好啦，我老調教講一下，一下一出唔起嚟，應該係冇問題啦。這是什麼嘢？睇過，安怎啊？安怎？用看迄落安忝咯，厝边无洗好的嘛？太哥，底好迄顺咯，想要同家查的啦。什么该？一下就落雨，路又唔熟，地下唔见睇，危要一前。这绣的好吗？不要吓人好不好？行路都不会出伤的哦，大小姐。你胆子真的很小哎，搬个尸体也吓个半死。骂人冲人神经按太跳啊！正常人都会害怕的好吗？小峰，你从小在这里长大，你有听过祖灵的传说吗？有人哦。尸体都不怕，怕什么祖灵？没有啦，昨天和老爸来的路上啊，遇到一些人在抗议，那个布条上面写着“圣地祖灵”，感觉他们好激动哦，还要我们滚出去。怎么了？滚回去！滚回去！那什么啊？台湾神仙谷是泰雅族的圣地。只要有人入侵呢，就会受到祖灵的诅咒。唔过给传说听听啦。好酷哦！那你觉得这些跟祖灵又有什么关联呢？祖灵敏系嘞，人家还有出唔去，你还真的没有在怕了哈？就是出不去，还有时间想啊。我有在猜啦。翻刀跟阿塞高瓦桑的死应该是有关联，你不觉得这两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太近了吗？不过先口来出秀某。为什么人死了还要把吊桥弄断呢？不过说到这，我发现阿塞高瓦桑胸口有道开过刀的痕迹耶。开过刀的痕迹？应该是心脏的问题。我还没听说过心脏有问题泡温泉会死的哦。是不会死啦，顶多也只是身体不舒服而已。算了，想不到就算了。希望不会再有事情发生就好了。是啊，你要去哪啊？我要去做下磨合嘞。厨房吗？
阿贝希。这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刘董还有心情看风景啊？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哦。刘董，您的金主现在变成这样子了啊！我看你这个投资开发计划，我看也得中断了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刘董，你是不是还有最后一张王牌啊？宝藏是吧？等找到了宝藏，你就有资金继续的运作，继续的让你的度假中心营运，搞不好你还变成这个台湾饭店业的大亨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台湾啊靠宝藏发迹啊，您可是第一人啊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您贵人多忘事，这15年前的事情，刘董要记不住。我想你那个心腹小高，我看他记忆可深刻的。都有年事睇咧，一2年行出冇發生乜嘅事情，你哋可以識，係晒咯哦，驚咩奇嘅？冇禮貌，寫上條嘅啦。Hello，小峰，可以收了嗎？对了，不知道长谷川小姐被人家谋杀这件事情处理怎么样啊？你们到底有没有叫警察啊？为什么到现在警察都没有看到？还有，我们到底要被困到什么时候啊？不好意思，正在处理中。赵先生，家，你不觉得这些人都好奇怪哦？发生谋杀案这么大的事情，好像大家都不紧张哎。真不知道这么大的度假村到底怎么办事的啊？娜娜，你一直在那边讲什么谋杀来谋杀去的，你搞得大家人心惶惶的，你不是摆明让我们刘董难为吗？赵先生，关于命案发生这件事情，小女萱萱做了简单的验尸，基本上没有外伤，那就表示应该是个意外，大家不用担心。不用担心，刘董，这吊桥都断了，能不担心吗？啊？再说这么一来，是不是不免让人家觉得是你资金摆不平、搞不定，所以就让股东给躺平了，是不是？赵先生，你身为名记者，这些没有根据的话，请你不要乱说。
那厨房那把翻刀，你怎么说？赵先生，你身为名记者，这些没有根据的话，请你不要乱说。那厨房那把翻刀，你怎么说？也都人啊，魔讲一声，就这会骗人的身体，变鬼变怪，报应啦。干嘛呀？吃个饭刀光剑影的。你是想说神仙谷以前是泰雅族的坟场，外来者入侵一律会遭到诅咒的传说吗？亚比呀，还有青岛故事，也就唔知啦。头摆有一个汉人，佢调丝创茶路。混入到原住民迄个所在，高某去叫记住了原住民变到好朋友。有一日暗晡，大家都去啉酒的时间，也就汉人啊，做到酒地位重要的。高某去叫啊，也就原住民做分体。后来啊，佢带领其他汉人上了前。传说中的宝藏，但是啊，佢看样的钱啊，就抢到也宝藏，佢看那度啊，就兵荒守亡。到一太保中有一个原住民的后生的啊，无本也好消息，佢上来的时间发现啊，所有的木的。全部就受到枪枪。也后生的啊，心肝肚红的火啊，清楚。徛起祖传的山道啊，老爷的后生的全部就死了。外面也后生的看到山后，无人再个看过去，佢发誓，佢永叫做保护爷的身体。哎呀，精彩啊，精彩啊！啊，好一个乡野传奇呀！啊，原来这么多事情都是鬼搞出来的。我原住民青年要回来报仇了，是不是？娜娜，这听起来好恐怖啊！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小心点啊！这样下去，我可能要中断投资研究了。青奈小姐，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？你也知道，有关这个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，研究计划你也知道，不是3、5年就能够形成的。我投资你研究关于神仙谷宝藏的传说，你只是一直在利用我祖父留下的资料，好像也没有研究出什么新东西来。 OK， 可不可以麻烦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？
如果现在就放弃的话，前面10几年所做的就全部都白费了，不是吗？先这样吧。哎，你田野调查怎么样？超难搞的，那老人家说的完全都不一样啊？你真的帮他去问哦？还是得问啊，不然怎么办？难怪你毕不了业，你太好用了吧？中了还不是问那15年写不完的书。教授，条哥，一件事情有可能係嗰條空衣嘅人做嘅冇？刮骨条或给了就算了，那老千代辞退，俺想家底我还唔敢。我本人，冇可能凊彩走入來啊！假使真經走入來，件事情也會破到啊！條哥，我看佢哋也太好，佢種啲動多事情呢。我冇手機啦。就幫伊帶下來，等下橋團咧，佢咪出唔去啊？點到係上車位，要較注意地位哦。好，愛弟。谁啊？谁？
教授，方便打扰一下吗？不方便，我正准备要休息。哎，教授，我这里啊有样东西，教授应该有兴趣，而且这里就属您最博学多闻啦。我想跟教授请教请教。我就说嘛，教授这么好兴致，度假啊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巧的嘞，我还想问教授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爸，不过奶老哥迄好个啦，但路通个呀，你做老鸦片咧投入池摕去，田霸赚来，我卡含迄爱天数啊。阿叔，你看好冇啊？爸，刚下十分嘅事，你讲嘅係真嘅冇啊？南用波唔通講過。哎，小峰，你知道叫做傳說鬼神之呢？你講人叫佢看哪冇啊？阿你哦，佢老夫誒，全部講人論分哦，佢臭騙人嘅啊！乜啊？唔到我講乜嘅炒騙人咧？啊，我還有事情，我先落去磨汗。排泄。哎，小峰，可以帮我拿一些点心吗？嗯。喂，等一下，怎么啦？面粗粗。那鸭某涵，我可以等一下再帮大小姐拿点心过去吗？喂，你干嘛火气那么大啊？我都没讲你们一家人嘞，全部都跑来这边干嘛？是想学习怎么经营饭店是不是？小凤迄大小姐，骗人心情无好，你看唔出来呀？阿爸因为想来弄每张来嘅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所有事情都混为一谈呢？都还不想讲，你爸才诡异吧？我爸哪里诡异啊？他以前才不是这样。哎呦，小心你在吵架。好，继续吵啊，继续。徐教授，可以聊聊吗？海仔哦，你有事情，先行。怎么样？徐教授，我可不可以请问你，你为什么要说我论文是抄袭？我在这边土生土长，这个题目我研究了很久，而且我查过网络，硕博士论文网没有人跟我发表过同样的题目。网络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只晓得网络，这样做得了真的学问吗？你要我做了田野调查，我也做了。那我请问你嘛，你一直说我的论文是抄袭的，请问你有证据吗？教授。
我是研究生叶晓峰，我今天要发表的论文主题是神仙谷野史探究历史遗落的环节。首先，请各位教授看一下这上面的地图。讲安尼做嘛啦？佢木卡有阿香的天数，毕业了後就直接落台北食條。安尼哦，佢老夫的像要講言論份哦，係臭騙人嘅啊！乜啊？你都會講乜嘅炒騙人你们这些年轻人只晓得网络，这样做得了真的学问吗？哎，齐教授伊厲害啊！上出過一本書，就畫到這個乜嘅啊？文化複雜，歷史強比哦。哎，我想哦，佢調試團嘢論文推出來，變做佢自家嘅。哎，喊啲嘅看哦，哪有咩調試嘅？牙包做慢就會啲，你喺樹上講不啲啊？唔是咁相愛啊？冇事情咧，冇事情免太暗出。每次都事情無按單順，哪怕聽錯啲乜嘅，迄件無講聽聽。所以我嘅期教書哦。然後條架談多傳授嘅事情，邊出邊嚟咯。朋友啊，你阿細教我上嘅事，雖然無證據證明係關於此事嘅。我喺廣東嘅駐林做嘅又講唔過去啊！最重要嘅係啊，喺先強嗰啲人一邊團體嚟嘅。哎，大小姐，你做乜嘅啊？跟我來。哎，你喺電子班拉來嘅啊？跟高叔借的啊。你該不會想用這個來報仇吧？拜托，我要電早就電你了。拿着，拿着，快點。哎，大小姐，你做乜呀？哎，來，看來。啊？我只是有個疑問，想要證實一下。幹嘛？你客廳啊？你還沒講誰位呢？哎，大小姐，冇亂來啊嘛！那不然你下來嘛，來啊！快點啦，小心啊，不會有事的。幹嘛？哎，快點！哎，思明，要不要先去換一件衣服啊？就說不會有事了吧？
来了吗？千代回来了。就你那个千代啊，我以为你想要知道你老情人千代的消息，所以特地回来告诉你的。干嘛这么冷漠啊？老朋友见面了，不如当年的一个小地陪哦。你不要以为当年拍的那些照片就可以威胁我什么，那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郑文佳哎，你今天做嘛呀？哪来题啊？可能挖到这个侦探啊，冇插嘢啦。誒，你喺唔朋友都係揾神父揾開冇啊？誒，你喺木做啊？條花玩粉哦。孫無生，你就會以為冇而已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这样做，你会出来见我吗？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你替你家族平反冤屈，我看你根本就是在利用我。你只是怕到时候被黑吃黑，有我在媒体替你做掩护，对不对？你做了什么自己心里很清楚。好，文佳，这件事情，请你先帮我保守秘密，那其他的我们再好好商量。嗯？不要生气了嘛。香蕉的啊，提个露天分解嘅片，唔知要调查嘛个东西呢？香蕉嘅相片啊，让我来处理哈。顺利。要不要看一下这首？那厨房那把翻刀，你怎么说？条哥，真件会安用做？这样也会翻去做。萱萱小姐，萱萱，要的喏，啊 Daddy， 难不你哦？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？哪有啦？老奶讲啊，那今天路上那些人在抗议什么啊 ？Daddy， 度假中心的生意真的非做不可吗？我不觉得我们日子过得不好啊。你顶下对了，发动到心去。度假中心可以促进地方的观光，你看看，俺可以用当到本地的员工啊。真嘅唔对哈，假条做嘛该反对啦。反正我就是觉得不太好嘛。生意的事情啊，唔是你干啦。你看后上低马该啊啊！反正录一通啊，就马上回美国去。现在回房间。那我到底要回房间还是回美国？房间啦，哦，客家人唔会讲客家话啦，食菜啊。
我给你。我给你。啊，嘿，宁下嘅翻出去準備好嘛？佢教所以好誒，條架樓串串起啲啊，所以成上人那啲嘅。安尼啦，我留咱天數啦，以後家下超市上邊做嘢。好。唔怕，我留用就好，留錢去冇害。好。我给你。我先送本去告訴哦。好，你先下。好。阿雄啊，來，你夾送一本超先生，哦，記得對咧。好。好，謝你哦。齐教授，为您送上餐点喽，这是我们今晚主厨帮你准备的。放门口，待会儿再来收。不是啊，这个要趁热吃哎，齐教授。刘董，就算加上那张照片，我总觉得还少了一些什么关键。这件事情我还要想清楚，让我再整理一下。但是那个赵文佳，教授，我这里有一样东西，教授应该有兴趣，我想跟教授请教请教。他好像知道一些什么。没关系，其他的事情你不用多担心，我会把它处理得很好。娜娜，开个门好不好？我在洗澡，你去开啦。谁呀？赵先生，不好意思，送餐。哦，等一下啊。赵先生你好，请问放哪？桌子上就好。好。是鸭柳。高明。你来的正好，你还不会有事啊？用做的当做的冇。是嘛嘅啊？羊排。你先慢慢吃，我等下再来收。哎，我有新发现。新发现？嗯，跟下午做的实验有关吗？我今天在看阿塞高瓦桑尸体的时候，你还记得他胸口有一道伤痕吗？我觉得那是为了安装心率调整器的关系。你是因为怀疑阿塞高瓦桑是被电死的？嗯。所以刚刚才拿电击棒去做实验。没错。来，啊？我只是有个疑问，想要证实一下。可是如果你想让心率调整器停止的话，那身体应该觉得麻麻的才对啊。下午的时候，你人根本就没事啊。
完全没有导电的感觉。没有，那所以呢？所以就是没线索。难道跟你老爸说的一样吗？也等人啊，魔光一闪，就这位骗人的身体变贵变坏，无因啦。不可能啊！你先吃吧，吃完我来收。谢啦。佳，你有没有看我蓝色 T 恤啊？看什么？不理解。你在看什么？这什么？没有了。这什么？怪里怪气，东西来也不吃，赶快过来吃啦！你先吃嘛。报警！没办法，大做亏事，输给老天爸就大唔同了。喂。阿刚，你们看到哪个嘛？哦，佢宿舍咧哦，喺大小姐房間啦。那去請阿爸。誒，等下，阿哥，係咩同你講哦？顧乜嘅？你講哦。真嘅？真嘅你啦，夾去啊！我先出去一下啊。哎，你要去哪？哎，有，係啊，阿哥有我冇強下來信咯。我唔知。有菜煮到一好食咯，唔到也要學煮菜嘛，再要煮本巴食嘛嚇。好啦。嗱，食咖喱喂。爸，你先食啦。咱唔想食咧，咱去行行啦。
秋哥，都检查过了，单枪案有。我都请过了，就安尼。好，有事情了，去困了啊。春夜流来江南。阿强啊，好聽嘛？爸爸唱解一多，唔好學起來咯。日頭流浪那山啊，春夜流來江南。夜空流來照那紅，又照亮空南，萬眾裡嘅尋來台。找到流來大奶，月光流來奶奶走下，龍星流來春奶。还记得爸讲创的时节，你的音紧创唔好。哥，唔畢業以後，真經愛將來要卡騰數做生意哦。爸都說咧，行去做生真經忒辛苦，有啲想啊。你講嘅將來，係做人鄉下經營屋卡，讓屋卡變做較歹摕到嘅民宿。唔該啊。你看，超先生，哥，聽大家講，好，有没有人啊？哎，教授，刘董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很咬人啊！秋哥，俺妹唔掂呢，可能是雷擊了，我等下去查一下。雷擊？文佳，文佳，你们有看到文佳吗？文佳？沒有。高經理，超先生給。你又給了，講清楚來。趙先生，他好像在樹林裡遇害了。遇害了？啊，可是你哦。
小心哦。阿雄啊，你说你有看到赵文佳在哪边？应该是在这附近，没错。阿条妹啊，刚才小声呀哦。我记得我看到赵先生大概是在这个方向。我要骗杀黑猛，嘎！可叫我来通知你们，他自己就先追过去了。刚为什么会停电呢？我不知道。到底在哪里啊？阿刚，你怎么了？想怎样？我看。我有看到，不是讲哎，加去啊。真的吗？俺念诗会。那你可以跟上来哦。哦。哎，大家在这边分头找一下。文佳，赵先生，文佳，赵文佳，文佳，赵先生，赵文佳，哥，你女儿吗？哥，文佳，哥，小峰，你用了没有？啊，大司马克事情了。什么？啊，文佳嘞？小峰，文佳嘞？大司马克事情了。文佳嘞？阿雄说他出事了，是不是？你说过啊。哥，我看到赵文佳了。有看到赵文佳？然后呢？然后就……小峰，你真的确定赵文佳被杀了吗？小峰，哥，小峰。Aku pingkalan da kani ka simuka penukan kani. Akhi balai I payuci ko pingkalan da wataik. Serhagun I kemal ko benkis tala. Akhi balai uyut son mau kay na benkis kanila.就说这是报应。莫桑，你吃到真劲有助力没？人家他本人 Q 都呀，又死特用啥呢？太年的事情哦，目底案都较好啦哦。你可能觉得我不聪明，可
可是我其实一点都不傻哦。你觉得我们有机会合作一下？这个宝藏除龙樱之外，还有黄金，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证据？这里，哈哈，有了。我是独生女，不懂那种感觉啦。不过有妹妹，应该还不错吧？哎，吃的，杨洛妹对你有意思嘞。我们想法啦，你眼老妹嘅衰落嘅時間啊，門頭草嘅，我管好勢哦。開門啊！齐教授，誰？誰啊？阿香，阿剛，阿剛，你過嚟宣宣唔見。條家有人過啊，你就過嚟啦。小高，你还有偏袒不后好？我大概知道海塞高阿桑是怎么被杀死的。